大家好，我係李日豪，又嚟到花旗財富投資外匯市場短評嘅時間。今日係2026年嘅3月18號。近期油價由高位回落，市場氣氛好轉，都減低咗避險貨幣美金嘅吸引力。美匯指數跌至99水平。我哋認為，如果聯儲局主席鮑威爾繼續關注就業市場疲弱，同時認為能源供應損失嘅影響只係暫時性，加上如果美國同埋伊朗嘅局勢最緊張嘅時期已經過去，美元可能會重新面臨沽售壓力，澳元就可能會廣泛跑贏其他主流貨幣。近期澳洲央行加息25個基點至4.1厘，為今年第2次加息。央行憂慮通脹可能會進一步升溫，所以花旗分析員預期當局5月份可能會再次加息，息差優勢有機會利好澳元後市，可以留意趁低吸納澳元機會。我哋亦都睇好日元前景。花旗分析員相信，如果美元對日元升至160上方，日本政府將會出手干預買入日元。值得留意嘅係，日本財務省嘅月度數據顯示，日本投資者喺2月淨沽出大量外國債券，淨賣出規模達到3.4萬億日元左右。資金回流日本，有機會改善日元供需狀況，有利日元復甦。今次嘅外匯市場短評時間就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